在狗狗喝水的时候，水里加一样东西，你家狗狗也会长肉块、毛色亮，关键是一整年都不爱生病。家里养狗的朋友一定要记住这个核心养狗技术，它就是木蓝天虫净。兑在水里给狗狗喝，它能彻底的将狗狗体内外寄生虫驱个干净，如犬蜱虫、虱子、线虫、蛔虫、心丝虫、鞭虫、绦虫、囊尾幼以及体内外虫卵、幼虫、体虫等，它都可以快速给狗狗寄生虫驱干净。而我们想要狗狗皮毛量长得好，体质强还不爱生病，定期给狗驱虫是必要。木蓝天虫净天然植物萃取，不管是断奶幼犬还是怀孕狗狗，各品种狗狗都可以放心使用，驱虫迅速广谱，打虫干净彻底。定期用好木蓝天虫净，你养的狗狗也会皮毛光亮、长肉块，还不生病。视频同款的木蓝天虫净，我放在视频左下角，便宜好用，驱虫快，需要的朋友可以。